銅鑼灣一個充滿故事嘅地方，佢有城市嘅現代感，同時亦充滿懷舊嘅味道。今次我哋就帶大家尋找入面獨特嘅建築同歷史。首先我哋嚟到大坑道嘅虎豹別墅，呢座豪宅建於1935年，原本由萬金油大王胡宏虎先生所擁有，近年由二女胡仙捐出。虎豹別墅結合中西建築風格，客廳中間採用月洞門設計，而西式玻璃吊燈上面嘅天花由銅錢形狀同蝙蝠紋點綴，寓意富貴同福氣至來。月洞門中央部分更裝飾咗高級意大利彩繪玻璃。下一站我哋嚟到保良局博物館。保良局係香港嘅一個慈善機構，由華人社會自發成立，初期主要保護婦女同兒童不受販賣同埋虐待。隨住時代嘅轉變，而家就已經成為香港嘅大型慈善機構之一，主要嘅服務包括教育同安老等等。保良局博物館免費開放俾公眾參觀，入面收藏咗好多歷史文物，記錄咗保良局超過140年嘅慈善發展。近年保良局推出遠測服務，簡單但充滿關懷，反映出保良局對長者照顧嘅細膩心思。下一站我哋嚟到大坑火龍文化館。文化館入面嘅迷你模型好細緻，將舞火龍嘅場景全部重現出嚟，令人身臨其境。而舞火龍呢個傳統，據講係村民為咗驅除瘟疫而舞龍祈福，慢慢演變而嚟嘅。每一年中秋嘅時期，街坊都會製作一條龍身插香同埋舞龍火龍，場面真係好熱鬧㗎。最後一站我哋嚟到銅鑼灣天后古廟。銅鑼灣天后古廟屬於香港嘅法定古蹟，建於清朝初年。天后古廟主要供奉天后娘娘，保佑漁民出海平安。依家就變成市民祈福嘅重要地方。廟門有2隻石獅子把守，而廟入面有天后娘娘嘅雕像，氣氛神聖。銅鑼灣呢個地方展現咗香港現代同歷史悠久嘅一面，大家有機會不妨嚟銅鑼灣深度遊啦！